大家平時講起澳門賭業，第一時間一定會諗起賭王何鴻燊，覺得佢係一手建立起澳門博彩帝國嘅傳奇人物，風光無限。但係如果我話俾大家知，喺何鴻燊隻手遮天之前，澳門其實仲有一位真正嘅開山鼻祖，一位經歷過槍林彈雨，甚至被人綁架各異嘅一代梟雄。大家又估唔估到佢係邊個？仲有何鴻燊出身嘅何東家族，當年喺港英時期到底係點樣憑住買辦呢個身份累積到富可敵國嘅財富，成為香港第一代首富？而喺歷史嘅洪流入面，又有幾多曾經喺香港呼風喚雨嘅頂級富豪家族，因為時代變遷或者子孫敗家，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今日我就同大家慢慢拆解呢幾段塵封嘅香港同澳門豪門秘史，全部都係有史可尋嘅真實事蹟，過程絕對比電影更加峰回路轉。我哋先將時間推返去上個世紀嘅初期，講下何鴻燊之前嘅澳門一代賭王傅老榕。傅老榕原名傅德用，1894年喺廣東南海出世。當時嘅中國可以話係兵荒馬亂，傅老榕細細個就跟住阿爸嚟到香港流浪。因為家境清貧，佢冇受過咩正規教育，10幾歲就開始喺街頭打滾，做過孤兒，亦都做過五金鋪學徒。不過佢個人好勇鬥狠，又特別中意流連喺啲賭檔，慢慢就喺江湖上打出咗名堂。去到1920年代，佢甚至因為牽涉一啲江湖恩怨，喺香港坐過幾年監。出獄之後，佢知道香港好難再有佢嘅立足之地，於是就去咗廣西一帶做貿易生意，結果俾佢賺到人生第一桶金。但係真正令傅老榕發跡嘅係佢對賭業嘅敏銳觸覺。1930年代嘅澳門賭場其實仲未有好完善嘅發牌制度，各方勢力各具。去到1937年，澳門政府決定將賭博專營權統一招標。當時已經有一定財力嘅傅老榕，聯同另一位猛人高可寧，合組咗一間叫泰興嘅公司，用咗180萬澳門幣嘅天價，成功投得澳門賭場嘅專營權。180萬喺1937年係一個咩概念？當時普通打工仔一個月人工可能得幾蚊，呢筆錢絕對係天文數字。自此之後，傅老榕就正式開啟咗佢長達20幾年嘅澳門賭王生涯。講到傅老榕嘅賭王之路，就不得不提佢同另一位傳奇人物葉漢嘅恩怨情仇。葉漢比傅老榕細10年，1904年出世，年輕嗰陣入咗傅老榕嘅賭場做荷官。葉漢個人非常聰明，尤其係對食賭有極高嘅天賦。話說喺1930幾年嘅時候，傅老榕嘅賭場突然嚟咗班神秘人，呢班人鋪鋪都買得好大，而且10賭9贏，搞到賭場損失慘重。傅老榕當時好頭痛，派人去查都查唔出對方出老千嘅破綻。呢個時候葉漢就挺身而出，佢匿喺賭台旁邊觀察咗好幾日，終於發現呢班人原來係傳說中嘅聽食黨。佢哋憑住超乎常人嘅聽力，聽得出骰仔跌落盅底嘅微細聲音，從而估中點數。葉漢為咗破呢個局，諗到一個絕招，就係將石盅底層嘅玻璃換成加上隔音物料嘅底墊，令到石仔跌落去嘅聲音變得沉悶同完全唔同。結果聽食黨再次踩場嗰陣，聽唔出點數，輸到損手爛腳，從此絕跡澳門。葉漢幫傅老榕立咗咁大個功勞，本來以為會得到重用，甚至可以分一杯羹。點知傅老榕為人非常強勢，而且防備深重，佢只係加咗葉漢幾十蚊人工就算，完全冇俾佢進入權力核心。葉漢心高氣傲，邊度吞得落呢啖氣？於是兩個人就結下咗深仇大恨。葉漢後來憤而離開澳門，去咗上海發展，之後又幾次三番想返澳門競投賭牌，挑戰傅老榕嘅霸主地位。雖然頭幾次都失敗，但呢段長達幾十年嘅明爭暗鬥，為後來何鴻燊聯同葉漢成功奪取賭牌埋下咗伏線。不過傅老榕一生當中最驚心動魄嘅事，絕對唔係同葉漢嘅鬥爭，而係佢喺1945年遭遇嘅綁架案。1945年正值2次世界大戰啱啱結束，港澳地區局勢極度動盪，三山五岳嘅人都匿晒喺澳門。當時傅老榕已經係身家豐厚嘅賭王，自然成為咗賊人眼中嘅肥肉。有一日晚上，傅老榕喺澳門普濟禪院附近休息嗰陣，突然被一班持槍嘅悍匪標參綁走。呢班綁匪手段極之兇殘，佢哋將傅老榕收藏喺一個秘密地點，然後向傅家獅子開大口勒索900萬贖金。900萬喺1945年簡直係可以買起半個澳門嘅價錢。傅家當時群龍無首，傅老榕個仔傅蔭超心急如焚，報警之餘亦都嘗試透過江湖人物去談判。綁匪見傅家拖延時間，竟然做出咗令人毛骨悚然嘅舉動，佢哋硬生生將傅老榕嘅右耳割咗落嚟，裝入一個玻璃樽入面，派人送到傅家大宅。
當時嘅舊報紙都有隱晦咁報道過呢單轟動全城嘅大案。傅家人收到隻耳仔之後，嚇到魂飛魄散，知道班綁匪係亡命之徒，真係會撕票。最後傅家唯有周圍撲水，並請出當時喺澳門德高望重嘅華人領袖何賢，即係後來澳門特首何厚友嘅爸爸，出面做中間人調停。經過幾輪驚心動魄嘅交涉，贖金最終減到幾十萬，傅老榕先至執返條命，被綁匪釋放。不過佢只有意就永遠失去咗。呢次經歷令傅老榕性格大變，晚年變得深居簡出，出入都有大批保鏢跟隨。直到1960年，佢以66歲之齡病逝。佢嘅泰興公司亦都喺1年之後，俾何鴻燊同葉漢嘅財團擊敗，澳門賭業從此改朝換代。講完澳門，我哋將視線轉返嚟香港，睇下何鴻燊背後嗰個更為龐大、更具歷史分量嘅何東家族。大家要知道，何鴻燊之所以能夠喺澳門叱咤風雲，除咗佢個人嘅膽識之外，佢背後嘅家族光環絕對幫咗唔少忙。何鴻燊嘅伯公就係香港第一代首富、鼎鼎大名嘅何東爵士。何東家族嘅發家史可以話係一部活生生嘅香港早期殖民地發展史。何東喺1862年出世。佢係一個歐亞混血兒，佢爸爸係一個荷蘭裔嘅猶太人，叫何士文，而媽媽係一個廣東籍嘅華人女子。喺19世紀尾嘅香港，混血兒嘅社會地位其實非常尷尬，華人圈子覺得佢哋係鬼佬，而外國人圈子又覺得佢哋係華人，兩邊都唔討好，備受歧視。但係何東完全冇被呢種逆境打沉，反而利用自己精通中英雙語同埋了解中西文化嘅優勢，行出咗一條史無前例嘅發達之路。佢所依靠嘅就係買辦呢個制度。咩叫買辦呢？喺清朝末年到民國初期，外資洋行想喺中國做生意，但係啲英國老闆、法國老闆唔識講中文，又唔了解中國嘅風土人情同埋商業規矩，於是佢哋就需要聘請一啲識講英文，又喺本地華人社會有網絡嘅人做中間人。呢啲人就叫做買辦。買辦唔單止負責翻譯同談判，仲要擔保本地商人嘅信用，甚至自己都要貼錢出嚟做按金。一旦生意做成，買辦就可以從中抽取豐厚嘅佣金。1880年代，20幾歲嘅何東加入咗當時香港最大嘅洋行怡和洋行，由低做起，因為佢頭腦靈活，交際手腕高明，短短幾年就晉升為怡和洋行嘅總買辦。大家可以想象下，全香港最大嘅外資洋行，所有同華人做嘅買賣都要經過佢對手，嗰種權力同財富積累嘅速度係幾咁驚人。何東喺做買辦期間，除咗賺取巨額佣金，仲利用自己掌握嘅第一手商業情報，大舉投資香港嘅房地產、航運同埋貿易生意。去到1894年，佢以32歲之齡，因為健康理由辭去總買辦一職，交棒俾佢細佬何福，即係何鴻燊嘅爺爺。但係當時嘅何東已經積累咗驚人嘅財富，成為咗公認嘅香港首富。何東家族當時喺香港嘅影響力有幾大？大家睇下當年嘅真實舊照片同歷史檔案就知。當年港英政府為咗保障歐洲人嘅利益，立咗一條叫《山頂保留條例》嘅法例，嚴禁華人喺太平山頂居住。但係何東憑住佢極高嘅社會地位、龐大嘅財力以及對英國皇室嘅貢獻，竟然成功獲港督豁免，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一個獲准喺山頂居住嘅擁有中國血統嘅人。佢喺山頂起咗多座超級豪宅，其中最出名嘅一定係1927年起好嘅何東花園。何東花園並唔係普通嘅洋房，而係一座佔地10幾萬尺、融合咗中西建築特色嘅超級大宅。睇返當年留落嚟嘅黑白同彩色舊相，大宅主體係西式嘅結構，但係屋頂就用咗中國傳統嘅綠色琉璃馬。周圍嘅花園有小橋流水、中式涼亭，甚至有一座仿造嘅中式寶塔。當年無數達官貴人，甚至係英國皇室成員嚟到香港，都會被邀請去何東花園作客。呢座大宅見證咗大半個世紀嘅香港風風雨雨。去到2013年，何東嘅後人為咗發展，向政府申請拆卸何東花園。當時社會引起咗極大嘅保育爭議，政府甚至一度將佢列為暫定古蹟，但最終因為賠償金額傾唔掂數，呢座見證住香港第一代首富輝煌歷史嘅大宅，最終都逃唔過被夷為平地嘅命運。原址後來被建成幾座超級獨立屋，每座市值高達幾十億。從呢度就可以睇得出何東家族留落嚟嘅財富底氣係幾咁誇張。何東對歷史嘅影響遠遠不止於香港，佢曾經出資支持孫中山先生搞革命，亦都庇護過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嘅康有為。可以話何東家族係近代中國歷史上一股不可忽視嘅背後力量。由何東開始，何氏家族開枝散葉，
政界、商界、教育界都有佢哋嘅人，而何鴻燊就係喺呢種百年豪門嘅底蘊之下，再次將何家嘅名聲推向頂峰。不過歷史往往係殘酷嘅，有人白手興家，亦都有人將祖蔭揮霍一空。喺香港呢個彈丸之地，其實有唔少早期呼風喚雨嘅大亨，曾經富可敵國，但最終因為時代嘅變遷或者子孫嘅敗家，徹底喺歷史舞台上消失。其中一個最經典，亦都最令人唏噓嘅真實案例，就係余東旋家族。而家大家行街，可能都會見到余人生呢間賣中藥嘅鋪頭。其實佢背後嘅創辦人家族，當年喺香港嘅地位，絕對不亞於任何一個頂級富豪。余東旋係一個星馬華僑，喺19世紀尾繼承咗爸爸嘅生意，然後將佢發揚光大。佢主力做石礦同橡膠生意，發到豬頭咁。後來仲擴展到中藥同地產。1920年代，余東旋將商業帝國嘅重心轉移到香港。佢當時有幾有錢？佢喺香港起咗3座真正嘅歐洲式城堡，你冇聽錯，係城堡。第一座叫余書，位於半山般咸道；第二座叫余園，位於淺水灣；第三座亦都叫余園，位於大埔。呢3座城堡全部都係喺1920年代到1930年代起好嘅。睇返舊檔案同照片，呢啲城堡有高聳嘅塔樓、厚重嘅石牆，甚至有彩色玻璃窗，完全係歐洲中世紀古堡嘅翻版。余東旋當時出入都係坐頂級房車，有無數僕人服侍，生活極度奢華。其中淺水灣嗰座余園，更曾經借俾無數電影取景，係當年香港最出名嘅地標之一。但係呢個曾經富甲一方嘅家族，點解會沒落呢？原因有幾個。首先，余東旋一生娶咗10幾個老婆，生咗20幾個仔。喺1941年，余東旋過身之後，龐大嘅遺產分配成為咗家族分裂嘅導火線。雖然佢生前立咗遺囑，將財產平分俾一眾兒子，但係咁多人分，原本集中嘅資本瞬間被攤薄。跟住落嚟就係時代嘅打擊。1941年尾，日軍攻佔香港，爆發咗激烈嘅香港保衛戰。淺水灣嘅余園因為地勢險要，成為咗英軍抵抗日軍嘅重要據點。城堡經歷咗猛烈嘅炮火洗禮，甚至喺日軍佔領之後，發生咗慘絕人寰嘅屠殺事件。二戰結束之後，呢啲曾經金碧輝煌嘅城堡變得殘破不堪，而且因為曾經發生過慘劇，鬧鬼嘅傳聞四起，變得陰森恐怖。最致命嘅當然係子孫嘅選擇。余家嘅後人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但並唔係個個都有做生意嘅天分，有啲甚至染上咗不良嗜好。去到1970年代同1980年代，香港地產起飛，地皮價值急升。余家後人為咗套現，或者因為家族內部對於物業嘅發展有分歧，最終決定將呢3座盛載住家族光輝歷史嘅城堡逐一賣出同清拆。宏偉嘅城堡被夷為平地，變成咗一幢幢密集嘅現代屋苑。冇咗龐大嘅實業支撐，加上子孫各自為政，甚至因為爭產而對簿公堂，於是家族嘅財富慢慢被消耗殆盡。當年嗰種出入城堡、呼風喚雨嘅大亨氣派，最終只能夠留喺泛黃嘅舊相片同歷史檔案入面。雖然余人生呢個品牌後來被家族後人重新買返並且發展，但講到成個家族喺香港富豪榜上嘅地位，早就已經不復當年勇。大家睇返呢3個故事，由傅老榕喺槍林彈雨中打下江山，經歷綁架割義嘅慘痛，到何東憑住買辦身份喺中西文化夾縫中建立起百年望族，再到余東旋家族起高樓宴賓客，最後因為子孫散盡家財而樓塌下。呢啲真實發生喺香港同澳門嘅歷史，真係印證咗一句說話：創業難，守業更難。時代嘅巨輪係唔會停低嘅，無論當年幾咁不可一世，如果跟唔上時代嘅步伐，或者後人不思進取，幾大嘅金山銀山都會有消失嘅一日。歷史往往就係最好嘅教科書。